连偶都没有，就是谢谢，谢谢哦，谢谢。送给他第二个宝宝的，希望他有喜气，第二个宝宝。然后这也是我的第二个宝宝。我老公已经忍到，我说你不准讲，不准讲，不准讲。要过3个月才能。对，要过3个月，习俗是这样。但是后来我看网络上说，是因为以前，其实不要说以前，因为其实初期3个月有80%的小孩的状况很多，就是你欢天喜地的告诉大家，然后可能有一天你也要告诉大家说，这个小孩没了什么的，所以就是初3个月都比较。而且你知道我压力超大的，因为我想说要找他来剪裁，然后他们说。我说啊，那可以拿剪刀吗？我到昨天还在问说你确定吗？我说，要不要再问他一次，可不可以拿剪刀？对于拿剪刀这件事情，我超谨慎。我刚刚还在问他，我说你确定你可以拿剪刀吗？因为你看我大宝啊，大宝你剪食物要食物剪吧，光食物剪刀我已经不知道剪到哪里去了，那没有办法，生活中无可避免。那他知道什么淡定？他平淡到。我还蛮想要把那个2条线的那根折断，怎么可以那么不惊喜？还是网络上的都太惊喜了？他觉得在他意料中的，就是好像他掐指一算，还是他已经早就算好这个日期的那种感觉。那你有很兴奋吗？我当然蛮开心。你是尖叫吗？没有，倒没有啦，就是2条线很快就很明显，非常明显。因为你们是计划中要生第2胎。对。对，可是问题是，也要怎么讲，就是有好几个月都是落空的啊，所以他为什么可以那么淡定？我也觉得，就是就跟你去百货公司买了一个锅子是一样的概念，是这样吗？你说我买了一个锅子了，他说对，就是，我说你去买了淡定到一个，他不觉得出人命了，就是连偶都没有，就是崩溃吗？他的反应怎么没有惊喜？这样会觉得有点失落，我会觉得有点失落。问过他吗？有啊，然后他好像还有一点点觉得我在嫌弃他的反应跟表情。对啦，我也不能要求他。这么淡定吗？也是很淡定啊。对，你老公就是个性。你老公就是淡定哥。对，好淡定。